滴水溪转弯的地方，在那地头港村庄的东北面往北走，北边就是下连里啊，庙呢是供奉保生大帝唐代孙师庙，供奉保生大帝。宋朝吴唐呢是保生的大帝，所以叫慈济宫呢慈济宫呢很有名，就是保生的大帝宋代的吴唐。下连里保生宫是供奉唐代的孙师庙，保生大帝。你看，这个梯我们就知道那个滴水溪，你看有点像。